伫这日常生活当中，加减拢会拄到一寡困难，也是讲一个压力。若准及时是有人发现提供帮助，安尼会当避免自杀的悲剧。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尚德院区呢是结合着双北2000间西药房，推出关怀的计划，希望透过这药师的关心，甲这专线的电话来协助降低自杀的几率。你最近感觉有点累，需不需要我的帮忙呢？去西药房，毋那只是买药啊，药师也会关心民众，让民众感受到关怀。这是台北市联合病院尚德院区和双北社区的西药房做伙合作推出的计划，透过关心，希望降低自杀的比率。病院表示，因平常时伫病院观察到，有真侪民众生活中有压力。煞唔知要安怎排解。在临床的一个实务上，我们会看到很多承受心理压力的民众，其实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向谁求助，也不敢开口。那因此，社区药局其实是民众生活当中最容易接触，也最没有距离感的一个健康照护的场域之一。台北市联合病院表示，除了希望药师会当透过观察来发现民众的需求，也会伫西药房放健康量表。药师会陪伴斗阵写，若是有需要医疗的介入，嘛会协助挂号，也是提供专线电话。那在这一些服务以及聊天的过程里面，实际上亦有异样，这是我们在社区药局第一线可以帮忙的地方。那社区药局要是他虽然观察到了，可是他可能需要一点佐证，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量表，几个简单的5+1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然后可以更去明确的知道说这一位民众他可能的一个状况。那有这样子的一个依据，他也比较好再跟医院做这样子的一个连接。即个台北联合病院尚德院区和台北新北的社区西药房合作，总共有2000间的西药房加入。希望透过社区西药房的加入，让每一个拄到困难的民众，拢会当伫第一时间受到帮忙。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